兄弟平安。这是咱先来吟咱今日礼拜中所要吟的歌。咱先对回应诗因为咱回应诗后壁有几节是新的，是要回应今日有水讲道请信诗164首。好，64。嘿，咱先对164，咱先来，来。牺牲的心，听阮祈祷，阮最最你先殿，你乃为所问的无限，请乃无定眼前。第一节，求你那更大就赦免阮的罪恶无数，抓阮去掉，有主耶稣来惊下罪恶。老歹势，来，继续来，咱第二节个唱一遍，来。求你那更大就赦免阮的罪恶无数，不要阮去掉，只有主耶稣才惊下罪恶路。第三节，爱你那阮的我心。快带已经世途，阮将心全献罪罪，归顺我的救主。第四节，求你那好及时降落，暖跌艰难的心。因无奈结好归期，听人日日那情。第一首咱来吟信诗169首。恳求圣神降临，伫阮逐人的心。阮叫相信看定，伫阮逐人的心，无所不能只干只命，有所问天结亲。第一节，何其何人我命。我归对何其来，何其是我祈祷渴望，为带到新世界。第三，他把要逃脱亏，使我别再祈祷。我心下叫做春秋，人民拯救帮助。来，你比天下岁岁，
那风你吹清凉，你的恭维，你的言文，我记得的平安。这咱我只敬拜，而且把手机啊，能够关震动，还是关掉。
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你是堪得荣耀、尊贵、权柄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而且万物是因为你的旨意所创造来有的。这是咱三个来吟圣诗164首，至诚的神，听阮祈祷，咱起立来吟全首。咱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。愿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之间，我是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生命，阮的主，你对圣神投胎，对在生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入来受苦，定死埋葬人物，三日对世人中道活。天安全请坐。这是咱用启用方式来交托上帝话。启文59篇，就是罗马人书第10章。恁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，因为人的心信，就得到称义。圣经有安尼记载：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。
伊会丰丰富富赐福，互所有求叫伊的人。毋过，因都拢无信伊，哪会求叫伊？都拢无人传，哪会听到？照圣经所记载，传播福音的人，因的脚热外尔啊水。以赛亚讲：主啊，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？不过，我要问，因检真正拢毋捌听到。圣经安尼记载，因的声音传遍全地。这是咱三甲的祈祷，听祈祷的主，阮知，阮今日早起过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听阮恳求的声。阮姐姐是受你所创造。受你所拣选，你互阮有特别的权，通伫你的面前向你求讨。阮姐姐事通参与，甲你所参与伫你的创造中间，你互阮有特别的权利，成做你的囝儿。阮何等有份福气！阮所忧心的是阮的国家，阮的国家减在陷落伫迄行政甲立法中间的混乱。愿你特别怜悯阮所踮的国家，嘛求你伫明仔载伫阮国家的领袖甲行政团队要就任的时阵，愿你甲这行政团队的人三甲做伙伫咧。检视因身躯边有济人无信，总是求你互因伫因的身躯边兴起信主的来有力来帮助因。互因无所做的决定，无来得罪主。愿天父上帝，你嘛甲这特别甲这行政团队的人，互因的出入有你的保守，因的家庭得到你特别的照顾。愿安尼祈祷，恳求奉我主所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赞美，圣歌队今仔日所带来吟河山啊归君。
这是咱来强读上帝的话。咱今仔所要看的是记载罗马人书第8章，咱要对22节看到27节。咱知所有被造物到现在也做伙咧痛苦熬叫，做伙经过吹电的苦痛。毋若被造物，连咱才会得到圣神做头水的果子的，嘛咧吐气听候，上帝接纳咱做伊的囝儿，互咱规个人拢得到赎回。因为咱靠即款的愿望得到救，看会到愿望，毋是愿望；看会到的，那着愿望。但若愿望迄个看袂到的，就会忍耐听候。亲像安尼，咱软弱的时，圣神嘛有咧甲咱扶持，因为咱毋知着安怎祈祷。毋过圣神家己用话袂当表达的吐气，替咱祈求。了解人内心的上帝，明白圣神的意思，因为圣神才有上帝旨意，替信徒祈求。讲到今仔日牧师所带来是我祈祷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当阮三主节踮伫你的圣殿中间。愿你的话刻条踮伫阮逐人的心，愿你的圣神启示阮，帮助阮搁较明白你的真理，也互阮踮伫人生的道路顶面，照你的话语来行，互阮家己也互阮身躯边的人，拢通得到福气。同齐踮伫遮献上阮的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也祝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啊。知影圣神降临节爱穿啥物衫无？若是照这教会内面的，会定定讲吼，踮伫圣神降临迄天吼，爱穿红色的。啊，所以即马看起来敢若，咱雄理大学，感谢雄理大学的同学穿红色的背心，提醒咱圣神降临的时刻到。啊，为虾米圣神降临节是红色的？因为圣神若火若钱啊降临踮伫人的生命中间，所以圣神降临的时阵，会带来一款新的热情，带来一款新的动力，帮助咱搁继续向前行。啊，当然现主是毋是咱足侪人拢有红色的衫，我家己嘛无，所以敢若穿粉红色的，来表达圣神降临要带领咱继续向前。总是咱也知影讲。踮伫每一个咱所生活的时刻，甲世界中间，会拄着侪困难，拄着侪咱所无法度设想的困境。所以祈祷这项事才会重要，对无？侪人最近这几工踮伫网络顶面有咧传，咱踮伫立法院中间有立法甲行政的问题拄着冲突。侪人侪学生嘛讲，毋知影到底要安怎办。总是我嘛会讲，就踮伫这个危机的中间，检采就是祈祷的时刻。咱会看到侪人咧祈祷，无论伊到底是基督徒，也毋是基督徒，敢毋是？毋是基督徒的人，伊有缘咧祈祷，伊咧祈祷啥物？有可能咧期待伊心内底所希望会当实现。伊也有缘甲咱共款，伊期待讲。伊身躯边的人拄着病痛、拄着困苦的，会当赶紧来消除。基督徒的祈祷检采会比这个希望行搁较深，因为咱透过祈祷要超出上主的心意。咱期待上帝啊，愿你的旨意真正实现踮伫即个土地，那亲像踮伫天里。所以当咱有时踮伫烦恼的时刻，踮伫咱感觉真困难的时刻，祈祷是帮助咱会当行往新的愿望的开始。今仔日咱要通过罗马书的第8章，做伙来思考，踮伫受苦的人，踮伫困难的中间，伊要继续怎样继续向前来跑走。罗马书咱了解，伊是保罗所写的。
保罗所写的书信，踮伫新约内面有占真大一部分，对无？啊，这么济的书信中间，帮助咱对无共款的角度来认捌保罗这个人。一个人有真济无共款的角度，有济无共款，其实人拢一直咧变化。保罗踮伫罗马书第1章第1节，伊写着一项诗，伊讲：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保罗，上帝选调我，成做使徒，爱要派我传伊的福音。好，咱看到伊有啥物身份？伊有使徒的身份，过来伊佫讲啥物？我是奴仆，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保罗，是受上帝的选调，成做使徒。所以伊踮伫罗马书内面，伊共一个时间用这两个身份，要所有读罗马书的人来介绍伊家己。其实踮伫伊所写的遮尔济批信中间，伊毋是每一个批信拢有这两个身份哦，应该是讲干那罗马书有这两个身份同时存在。为什么伊要讲伊是奴仆？奴仆是一个什么款的表现？是一个无自由，是一个卑微的表现。使徒咧，使徒是一阵特别，敢若有特权、特别受到敬调的人。伊同时阵用这两个身份要罗马教会来介绍伊家己的时阵，伊想要互人了解。看起来，一个更较有身份的人，一个看起来更较有能力的人，伊更较重要有一个角色是，伊就是耶稣基督的奴仆。这也是咱每一个人同齐咧学习的功课。咱是耶稣基督的奴仆，咱也同款是受拣选的使徒，咱是得到特权的人，咱是得到恩典的人，会当人分享拯救的信息。伊用安尼要表达的时阵，主要就是因为踮伫罗马城内面遮的人，其实因逐日拢甲整个世界的价值伫遐咧征战。军队基督，若是基督徒选择讲，我今仔日要军队基督，代表伊就是要挑战整个世界的价值观。伊就是要罗马皇帝讲，我无爱跟你行。啊，这项事会致到基督徒拄着济迫害。拄着济人的攻击，到伫第8章第1节真有意思。伊对咱讲一项事，伊讲安尼，遐个甲耶稣基督结连的人就无受定罪。遐个甲耶稣基督结连的人就无受定罪。圣经的学者就咧讨论即句话啊，即句话到底是真肯定的一句话，还是一句劝勉基督的话语咧？伊讲，甲基督结连的人就无搁定罪，若是真肯定就安怎？安尼，就是咱，就算讲咱踮伫受苦的中间，咱犹原袂受到定罪，咱确定袂受到定罪。啊，但是伊若是一个基督的劝勉的时阵，会有啥物款的感受？伊要鼓励每一个踮伫迫害、踮伫受苦的人，知影讲。虽然现主时，咱看起来这个世界充满破坏。虽然咱知影人拄着济的病痛、压迫、重视，既若甲耶稣基督结连，咱就袂受定罪。然后咱会当活出踮伫基督内面新的活命。所以伊讲奴仆甲使徒的身份就在伫遮显明出来。奴仆甲使徒的身份就是要。一边人介绍讲耶稣基督的教导是啥物，一边是伊真正陪伴每一个踮伫受苦中间的兄弟姊妹，要行一个新的世界。这有啥物重要的提醒？咱拢有关心身躯边拄着病痛、拄着死息、拄着艰苦的人的经验，对无？当咱咧拄着病痛、死息的家庭遮的人的时阵。有当时啊，咱是真明确甲因讲，耶稣基督的拯救确实会临到伫恁，耶稣基督确实会医治咱，这是一个应允的介绍。总是另外一部分更较重要的，定是啥物？毋是甲伊讲完全正确的代志吧？
大家人拢知影，是病痛的时阵需要祈祷，困难的时阵需要敲找上帝的拯救，这我拢知。搁较重要的是另外迄个身份，就是伊奴仆的身份，伊咧表达讲啥物？我会甲你做伙，我会陪伴踮伫你的身躯边，我会甲你做伙。所以当咱咧讲福音的时阵，真正重要的除了讲正确的教导以外，搁较重要的是用行动不断咧表达讲，我绝对会甲恁行做伙。绝对会陪伴踮伫你的身躯边，因为咱是同齐要活出新的生命的一群人。这也是咱关怀。当咱拄着心灵创伤，当咱拄着身躯病痛的兄弟姊妹的时阵，咱爱把握个一款态度。到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对20开始咧读的时阵，伊也继续搁一摆鼓励遮个踮伫受苦的人。伊讲遮个人。踮伫苦难中间的人，哪亲像咧安怎痛苦哀叫，哪咧吐气，哪咧哀叫的时阵，亲像啥物？讲吹阵的苦痛，吹阵啥物意思？阵痛，华语就表达真清楚，就是生产的迄个阵痛。啊，生产的阵痛意思是啥物？遮做妈妈的较济，咱做老爸的拢毋知影到底迄啥物意思。做妈妈的较有感觉，迄个吹阵的阵痛，啊意思就是迄有结束的时刻吧。虽然踮伫真困难、真正足痛苦的过程，但是保罗通过遮个话甲所有兄弟姊妹鼓励讲。咱感觉生活已经过袂落去啊，但是这个阵痛有结束的时，会有结束的是因为生出来就结束啊，生出来都是另外一款痛。这都是伊不断的表达受苦会有结束的时阵，所以咱是带着望，咱是带着望避万讲，遮的混乱，遮的灾难，遮的痛苦。会结束，咱会当继续行伫军队上帝的道路中间。伊讲，毋那是咱，甚至所有的被造物，整个大自然拢踮伫这个限制中间，踮伫咧受苦。伊清楚看到一项事：当罗马咧追求经济的发展，当罗马咧追求帝国的强盛的时阵，伊是不断透过压迫人。不断透过去使用这自然的资源，致到整个的世界、整个的人拢踮伫困苦的中间。这也是咱今仔日所看到的世界。全世界的财富大概80%集中踮伫20%的人身上。全世界的资源嘛拢把握踮伫所谓强盛的国家的手头。所以咱一直看到。软弱的人、微小的国家，一直受到大国的压迫，一直拄着济的挑战。这也是咱踮伫台湾所拄着真实的挑战。夹伫大国甲大国的中间，咱一直咧期待，主啊，什么时阵会当带咱每一个人赢过这所有的苦痛呢？所以保罗用这个话，毋拿咧鼓励罗马城内面的信徒，伊也咧鼓励每一代读伊话语的这个信徒。接续伊也佫讲一个名词，就是头水的果子。伊用头水的果子来形容咱所有的人。踮伫旧约的传统，咱会讲头水的果子，就是人爱将上好的献给上帝。人爱将迄个上好的头水的果子来献给上帝。毋过现在，伊讲即个头水的果子是啥物人？就是咱，敢毋是？伊咧讲的，就是上帝已经将耶稣基督赏赐予咱，所以通过圣神的启示，咱是上帝的儿女，咱就是得到恩典的一群人，咱是得到特权的一群人。
有时基督徒会袂记哩这项事，基督徒会袂记哩讲，咱就是已经得到恩典的一群人，煞因为袂记哩这项事，煞活了那亲像无有恩典的人，对无？伊就是咧表达即件代志，伊邀请所有兄弟姊妹讲，虽然踮伫受苦的内面，咱会一直哀叫，那亲像跋落深渊共款，但是咱行过即条路，看到迄个远望的时阵，咱会当讲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的意思就是踮伫遐困难，咱真正行过了后，讲出懊恼的声音。所以伊踮伫遮表达，踮伫痛苦哀叫，咱需要学习听候，那亲像咧呼吸共款，咱咧思气，期待讲耶稣基督，你会当临到伫我的生命中间。所以，这个圣神的吐气，伊咧表达的就是迄个真实的愿望。踮伫遮，伊讲，咱靠即款愿望得到救。看会到的就毋是愿望啊，爱愿望迄个看袂到的，看袂到的代志，才是咱真正所要得到的愿望。也踮伫济济灵修的传统中间，会邀请咱讲学习爱呼吸，学习爱吐气甲吐气。当咱拄着济济艰难、拄着济济困苦的时阵，请咱会记哩。亲像我顶摆讲的，爱会记哩呼吸吼。这个会记哩呼吸是啥物意思？真正将上帝的气输对咱的生命中间，然后吐气向外面吐出去。所以有一个灵修的传统会讲，当咱咧吐气甲吐气的时阵，会伫祈祷讲主耶稣。当咱讲主耶稣的时阵，那亲像吐一个真长的气入来。拯救我！吐气的时阵讲拯救我，将我一切艰难困苦，将这一切误会物件全部拢吐气送出去。讲主啊，求你拯救我！今仔日的社会愈来愈紧，看起来科技进步，看起来经济真好。但是嘛，踮伫这个背后，看到愈来愈侪人性的歹，一直咧欺骗，一直咧伤害。有时咱会经验欢喜甲温暖，但是搁较侪的时刻，咱所看到的是痛苦，是生气。活伫一个互整个世界邪恶所管辖的世界，痛苦的人真正真歹看见新的愿望。也就是因为安尼，咱才需要祈祷。也就是因为安尼，咱才需要祈祷。对26节开始是咱一段真熟悉的经文。26节对咱讲啥物？咱软弱的时，圣神嘛会咧甲咱扶持，因为咱毋知着怎样祈祷。毋过圣神用话袂当表达的吐气替咱祈求。当咱咧读即句话的时阵，咱知影啥物意思无？有时咱拢会讲不要紧啊，圣神就是用迄个咱拢听无的话咧替咱祈祷。若是当咱进入到伫受苦的时阵，咱会发现讲，咱真正咧陪伴身躯边的人，无论伊踮伫心灵的困难，还是踮伫病痛的时阵，会到伫一个坎站，是咱真正毋知要讲啥物话的时刻，对无？真正毋知应该爱讲啥物话的时阵，咱干那会当安怎？陪伊吐气，陪伊吐一个气，真正毋知影安怎办。所以圣神踮伫遮，伊用迄个无法度表达的吐气的时阵，哪亲像因为圣神踮伫咱逐人的生命中间，陪伴咱去经验咱所拄着的困难甲艰苦，毋知影到底要安怎行的时阵，迄个吐一个气。迄个气都踮伫咱的身躯边，伊咧陪伴咱，提醒咱讲，伊踮伫遮，伊咧替咱祈祷。这是圣神的气力帮助咱。伊讲，我知影恁所拄着，现主时踮伫病痛的中间，现主时
恁也踮伫身躯软弱、心灵丧凶，拄着侪冲突、伤害，有侪委屈，圣神的吐气就踮伫遮出现伫咱的身躯边讲，有一个气分伫咱的耳孔的边仔，这个气有时真微细。但是踮伫即个微细的吐气中间表达，圣神知影咱的限制，咱的软弱。就算讲咱毋知影安怎祈祷，无愿意祈祷，也是无相信祈祷的时阵，伊已经了解，伊已经知啊。这就踮伫即句话，伊一直咧表达的。所以了解人内心的上帝，明白圣神的意思，所以圣神就照着上帝的旨意咧替信徒来祈祷。咱会当祈祷，是因为圣神帮助咱祈祷。圣神帮助咱，互咱知影现主是真正有足侪项事无法度赢过。圣神咧替咱祈祷，到咱加读一节到28节，因为即节大家搁较熟悉。28节搁较熟悉，因为讲即句话咧讲啥物？华语足熟的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上帝互万项事拢互相运作，互遐会听上帝的人，就是照伊家己旨意选调的，拢有利益。所以爱延续他拄仔所读的第8章，规个咧面对受苦甲误放的过程，咱袂当忽略的就是即项事。万项事是啥物人咧发动？万项事是上帝咧发动，上帝互发生踮伫咱生命中间的万项事，踮伫遐互相咧运作，要互咱得到利益，要互咱得到好处。这个利益是啥物？这个利益就是人甲迄个受苦的被造物会当重新个恢复好好的关系。人甲人会当好好，人甲大自然会当好好，人甲上帝会当重新个好好。咱会当体会到，人甲人、人甲上帝、人甲自然会当好好，这是稳定。这毋是任何一个人靠着家己的气力会当所做到的，这全部拢是上帝的稳定。这是保罗写予罗马信徒的话。罗马人咧读这个话的时阵，其实因一开始无一定真正了解，但是当这个话开始踮伫罗马教会了后来，罗马这座城内面发生有几件事件，造成侪人也共款踮伫吐气、踮伫受苦的过程。有一项事大概发生就踮伫主后60年代，有一个罗马行政官，伊互家己的奴仆杀死啊！伊互家己的奴仆杀死啊！看起来敢若无啥物了不起的，但是踮伫罗马的律法中间，其实有一条律法是啥物？伊讲只要有一个奴仆甲主人杀死，伊即个家庭中间所有的奴仆拢爱做伙死。这是罗马的法律。啊，为虾米会即条法律呢？因为因会讲，因为主人吼伤过好呀，主人踮伫足悬的权力遐，所以伊拥有侪奴隶，但是这个奴隶会出现踮伫虾米所在？有可能踮伫咧困的时阵，伊徛伫边仔嘛；踮伫伊无任何保护的时阵，伊徛伫边仔。所以因设即条律法，就是因为要保护这个主人讲，莫互这个奴仆太互死。啊，看起来敢若有道理，但是实际上，因是透过这个律法，想要捍卫家己已经拥有这个财产、名声、地位，所以这是一个踮伫人甲人无平等的状况所出现的一个律法。哦，迄个行政官互伊的奴隶所杀死啊！咱知影伊的厝内底有偌济奴隶哦？伊的厝内面有400个奴隶。意思就是这一个人甲伊的主人杀死啊，其他399个人拢来做伙杀死。当这件事开始踮伫街仔路顶面咧传的时阵，逐个人拢开始咧反对啊！
有甲遮个奴隶，遮个明明就是无犯罪的奴隶咧交往的人，大家人拢咧反对即件事。因期待讲罗马敢会当改掉即条律法，但是真明显因完全无想要改，甚至到伫上尾啊，要处死这400个人的时阵，罗马皇帝阁用济军队将所有人拢赶伫外面，都为着要将这400个人全部拢杀死。这是一个真大的悲剧，就互咱看见，踮伫罗马这个世界中间。有济无公平，有济无平等受苦的事件咧发生。毋那安尼，就踮伫即件代志过2-3年了后，迄个皇帝叫做尼禄，伊想要改建罗马，所以伊要改建嘛，所有足济旧厝拢会互伊拆掉。人就为着要保全家己的厝，所以有真济反对的声音。但是毋知影为虾米踮伫即个时刻发生虾米事？忽然间，罗马城内面大火。忽然间，罗马城内面大火，将足济厝拢全部拢烧了。逐个人真自然认为这虾米人做的？当然就是迄个皇帝嘛，就是迄个想要改建的迄个皇帝做的嘛。当规个遮个家内拢一直咧吵遮个议题的时阵，这个皇帝就做一件事，伊将遮个罪名撒去互啥人？伊就将遮个罪名撒互基督徒，至到有济基督徒因为即件代志，也互人处死。当然，踮伫即个城内面，有人同情遮个基督徒所拄着的事，但是嘛有一群人认为讲，恁遮个基督徒本来就一直认为恁比别人搁较悬，所以伊拢咧藐视阮罗马人所有的节庆，所以看起来，遮个人互人处死是应当的。这就是踮伫罗马城内面，军队基督的人、乱族的人所拄着的压迫，遮的受苦发生踮伫罗马信徒的眼前。保罗鼓励的话语。保罗邀请逐个人真正看迄个看袂到的愿望，上帝听，永远袂离开咱。听这个故事，咱就会发现，类似的经验，就算讲经过2000多冬，来到伫今仔日的台湾，咱嘛敢若无啥物差别，敢毋是？有当时咱会看到，有济人的厝。因为发展的缘故，都莫名其妙互人拆掉。咱嘛会看到拥有权利的人踮伫遐咧作乱，将罪名撒互济乱族的人。所以，这个受苦一直踮伫咱的四周围。咱学习基督，就是因为咱学习咧陪伴踮伫每一个受苦的人中间。圣神降临的时刻，圣神降临的时刻，帮助咱，互咱去挑战这个世界已经歪错的价值观，也互咱会当勇敢去宣告讲，基督的国国已经赢过这一切。基督为咱来死，互咱拥有新的活命。陪伴踮伫每一个受苦的人身躯边，是圣神对咱的讨愧，咱会踮伫每一摆为着咱身躯边真正软弱的人祈祷的时阵，知影讲圣神就踮伫遮。当咱为着咱所关心咱的家庭、咱的朋友咧祈祷的时阵，迄个讨愧也会对咱讲，圣神踮伫咱中间。所以通过圣神降临节，咱学习祈祷。每一摆讨愧，每一个诉愧、讨愧的时阵，咱知，咱是有特权的人，咱是有特权的人，咱是受到上帝所拣选的使徒，咱也是上帝的奴仆，咱是上帝的奴仆，陪伴每一个需要的人，互咱踮伫生活中间活出伊的干净。
昨早起，我受过去所服侍的青年邀请去主持伊的婚礼，所以我早起去到伫家己博爱教会踮伫遐讲道。当我看即对青年的时阵，我的心得到真大的感动，因为两个人其实拢是单亲家庭的囡仔，两边拢是单亲家庭的囡仔。当我咧甲因互动，问因期待我会当分享啥物的时阵，因两个人甲我分享讲，阮望即场婚礼要向所有的人表达感谢，因为因知影讲，若是无身躯边的人陪伴，因无法度长大，因无法度到伫今仔日会当要建立一个家庭。新郎甲我分享讲，伊是一通电话，敲电话互教会中间捌照顾伊的兄弟姊妹，邀请因来参加婚礼。有少侪教会中间的姊妹听到伊要结婚的消息，一直踮伫遐咧哭，因为知影讲因家庭生活的背景真无简单，今仔日竟然会当结婚。我过去所带的青年都是即个新娘。因足早都是单亲家庭，3个囡仔，阿嬷甲妈妈带因做伙大汉，所以逐摆阿嬷拢甲我讲，这个囡仔拢是教会带大汉的。迄个感动是，昨点伫迄个结婚的时刻，因两个人拢一直表达，因的家庭就是教会，是教会养饲因大汉。点伫因毋知影要往对行的时阵。教会一直陪伴，踮伫因的身躯边，互因会当有到达为止有工作，会当建立家己的家庭。教会的感动就踮伫遮，但是彼此陪伴，做伙咧成长的，搬过一切社会阶层，搬过一切有形的限制，咱是做伙成做一间教会。咱是做伙成做一个家庭，做伙踮伫咱无论是成功的时阵，是失败的时阵，是坚强的时阵，是软弱的时阵，咱拢陪伴踮伫彼此的身躯边，互咱透过真实的祈祷，咱听到圣神吐气的声音，帮助咱，互咱知影，上帝互万行事互相在运作。就是要互每一个受伊竞选的人得到利益。第八章到伫上落尾，其实伊伫咧表达是上帝的疼，永远袂隔断。上帝的疼永远袂离开咱，无论咱踮伫虾米款的境遇中间，咱现主时拄着虾米款的困难，上帝的疼永远存在。愿咱通过圣神做伙不断献上咱的祈祷。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，我祈祷。每一摆的呼吸，每一个气息，是我的祈祷，是我的愿望。新的世界会临到。每一摆的哀哭，每一摆的吐气，是我的祈祷，是我的心声。愿你伸手拯救我，听见耳孔边的轻声，身躯边所吹的风，是你咧讲话，是你的应允。我祈祷平安，咱会听见圣神的声，会听见圣神的吐气，伊对咱讲。我拢踮伫遮，我无放杀恁。上帝的疼，永远甲咱伫地。请咱同齐用这首圣诗，成做咱的回应，恳求圣神降临。
求生性降临，地观大人的心，无所不可能之光之明，受属困电激情，呼吸好人我命，我愧对呼吸来，呼吸是去我祈祷毋忘，为带我到新世界。大摆爱靠土开，是我白切祈祷，是我是今写求主春秋，临必经请求帮助，希必倾下岁岁。那空碧水清凉，你的光辉，你的应允，我祈祷的平安。咱同齐来祈祷，主愿你的圣神临到地观中间。愿所无法度表达的吐开，替愿祈求。现主时会愿看见这个社会所拄着的冲突，也看见济济人踮伫困苦的中间，有济济人的家庭、工作拢拄着困难。愿你永远同齐祈祷，互阮听见你微微的声音，迄个微细的声音，那风吹过，那风吹入阮每一个人的心，互阮真正讲，主耶稣，求你拯救阮，愿你使阮平安，愿你使阮快乐，愿你恢复阮的热情，互阮勇敢向前来跑走，将这份稳定。将阮的祈祷会当帮赞每一个围内踮伫阮身躯边的亲人、朋友、兄弟姊妹，愿你替阮祈求，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宋大伯带咱来敬拜，邀请上尼大学来献诗。
咱三个的奉献来回答上帝对咱的听。请坐。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，咱来报告。咱的圣经学堂即礼拜拜三的进度是《士师记》第3章12节到31节，欢迎咱会当踮伫线顶做伙来读上帝的话。好，咱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，也是松大的创校纪念日，所以咱今仔日嘛感谢上理大学咱遮的学员踮伫咱中间的服侍，咱做伙拍鼓来感谢因。好啊，后主日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，学校有差派台湾中会平山教会，这是伊布恩苏格纳林牧师，伊布恩牧师要来咱遮来讲道。后礼拜嘛，包括伊嘛带平山教会的诗班会做伙来到伫咱中间，为着玉山神学院的需要来分享所以嘛，请咱会当踮伫祈祷中间，特别来关心玉山神学院，因为学校嘛特别踮伫即摆的花莲大地当中间，其实有真大的损害吼，所以咱后礼拜也同齐为着神学院的需要来关心。好，过来咱后主日的下晡，台南中会传道部有办迄个中职信徒训练会，讲员是我，所以邀请咱会当做伙来到伫看西街教会，会当去的麻烦会当来办公室迄边来登记甲报名吼。好，咱昨有替父兄兄举行告别礼拜，为族嘛特别感谢咱教会兄弟姊妹的关心。今日父兄兄家庭敢有来？好，无伫咱中间吼，不要紧，咱踮伫祈祷中间继续关心俊兰甲伊的全家吼。好，搁一项就是蔡记长老踮伫4月28来别逝，咱会踮伫国内的即礼拜拜六早起10点，
拜六早起10点，踮伫大礼拜堂来举行告别追思礼拜，也请咱会当踮伫祈祷中间，会当出席，会当欢迎咱会当同齐来参与。好协会的报告就是今仔董事会会当交100块互会员会当交100块互心仪吼，这是今年的会费吼。好介绍今仔日当有一位张雅柔姐妹，张雅柔姐妹有吗？好，她先离开了 ，OK。过来是妮妮的新年的爸爸妈妈甲阿嬷吼，踮伫遐对大社台中大社来到咱遮吼。欢迎因来到咱中间。好，请坐，做以上的报告。好，这是咱做来读咱本周的金句，咱做来读2届吼。其实我背话字嘛无介好，老师拢嫌伊啊吼。好，咱做来读2届，亲像安尼，咱软弱的时，圣神嘛有。咧，甲咱扶持，因为咱毋知着安怎祈祷，毋过圣神家己用话袂得表达的吐开，替咱祈求。罗马人书8章26节。好，咱咧共同一解亲像安尼，咱软弱的时，圣神嘛咧甲咱。因为咱毋知着安怎祈祷，毋过圣神家己用话袂当表达的吐开，替咱祈求。罗马人书8章26节。好，这是咱来吟祝福车恳的诗。俄勒天父，万福本源，俄勒说，请牧师祝祷。天父万福本源，权能极大，真解照准。普罗耶稣小我水源，水我中部将你望宽。普罗星星降挂最近，受属灵力光归之心。普罗心悲心惊心心。三一兄弟，即心即心，阿门。做伙领受上帝祝福，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，踮伫咱每一个人的性命，互咱不断为着众人祈求，看见上帝的旨意实现。也将这份祝福分享给每一个人，对答直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